歡迎再次返嚟我嘅南美旅程。朝早喺玻利維亞坐車就到邊境，就完結咗3日2夜嘅玻利維亞行程啦。拎齊行李之後，開始正式踏入智利嘅邊境。過境人數超多，都有啲混亂㗎。關員核對咗護照之後，就俾咗張 PDI 嘅入境小票，好似超市嘅收據咁樣，你唔好抌咗佢啊！呢張一定要保管得好，離境嗰時候海關要檢查同埋收返嘅，唔見咗就補返就好麻煩㗎啦。過關後，旅行社就安排車接我哋去聖佩德羅嘅民宿。抵達民宿就放低行李，即刻去唱錢啦！再約埋我嘅車上認識嘅朋友仔一齊去旅行社報咗1週嘅月亮谷團。阿塔卡馬沙漠離小鎮聖佩德羅德嘅阿塔卡馬僅13公里，車程15至20分鐘，亦都係聖佩羅德嘅熱門景點之一。形態奇特嘅岩石，仲有鹽晶閃耀嘅細岩洞，太陽下閃閃發光。你睇下，好似外星咁嘅豐鹽質嘅地貌，係億萬年風雨水侵蝕而成嘅。層次分明嘅鹽山密岩，草都冇條，荒涼到以為自己去咗外星。3座豐碩天然嘅岩柱係月亮谷嘅打卡點。吉普車駛入呢個月亮谷，導遊揀咗一個開揚嘅位置停低，我哋就落車等日落。旅行社就好周到，開咗張摺枱，擺上果汁同小食，好讓我哋一齊喺度邊等邊食。我就同朋友仔一齊享受呢份寧靜，靜待日落。Doña 大沙丘可以短行登上呢個沙丘觀景台，360度咁樣望晒成個月亮谷同鹽山山脈，視野好開揚。呢度最正係黃昏，夕陽將整片荒蕪嘅染成金橙色。多數日落團會一齊拼去，地貌近似火山，同月亮谷相鄰，一齊玩最抵。睇完日落7點半就返到市區啦。聽日我哋會去 Piedras 繼續智利嘅沙漠之旅。今日係2023年嘅3月21日旅程嘅第17日，沿23公路深入阿塔卡馬沙漠，兩旁係海拔4000米以上嘅乾燥高原。之後司機停車，用手機畫面指俾我哋睇邊度係拉斯卡火山。行車途中，司機突然間慢車，路邊見到野生鴕鳥，仲有駱馬添。揸多半小時，喺休息室午餐同上洗手間俾我哋。多數團都係喺度休息嘅，可能之後就冇地方供應午餐，物資唔夠下，食物都算豐富。午餐後就出發到去阿塔卡馬鹽沼同埋紅石灘啦。喺塔拉鹽湖嘅北方冇幾遠，有2座出名嘅高山湖泊，米斯坎蒂湖同埋米尼克斯湖。佢哋本來係同一座湖嚟嘅，因為米尼克斯火山爆發時將啲岩漿分割咗佢哋2個，所以就變咗2個湖咯。斯坎蒂湖藍到好似湖水咁樣。呢2座高山湖泊冇出入嘅河流，湖水全靠雨水同埋地下水補充。呢度係超過4000米，大片火山岩因氧化而呈現深紅色，同白色嘅鹽鹼地，遠處雪山形成強烈嘅對比，好似一幅油畫。我問導遊有冇人拎啲鳥蛋嚟煮食㗎？佢話梗係唔會啦，因為火烈鳥飲嘅都係鹽水，裏邊有硫磺，唔食得㗎，所以都唔好亂食嘢。晚上返到民宿就同2日一齊玩嘅朋友仔分道揚鑣啦。
佢就繼續南下去伯內公園追三塔同埋冰山崩裂，我就要飛去聖地牙哥轉機去巴西，接上另一位朋友開始新嘅旅程啦。智利呢2日沙漠體驗雖然短暫，但足夠震撼。伯內留返下次啦，今次先飛巴西。多謝你跟住我呢2日嘅片段。如果鍾意呢種真實嘅陸路過境同沙漠嘅日常，記住讚好、訂閱、分享一下。巴西里約再見，拜拜。